現年42歲嘅香港過氣艷星張暖雅喺社群媒體上面宣布平安生子喜訊。張暖雅以42歲嘅高齡生仔，確實亦都唔容易噶啦。咁所以佢都係第一時間就公開咗好消息，同網友分享。從張暖雅分享嘅短片以及照片可以睇到啦 ，BB 頭髮濃密，五官精緻，面上非常可愛。BB 成個身體都用粉紅色嘅毛巾包裹住，瞓喺媽媽嘅懷抱入面。而啱生完孩子嘅張暖雅，精神狀態非常之唔錯，面對鏡頭亦係露出咗燦爛嘅笑容。據悉咧，喺舊年夏天，張暖雅突然間宣布懷孕好消息。咁當時咧，佢就向外界透露已經懷孕超過3個月嘅時間。預產期大概就喺今年嘅1月底，而家睇嚟咧就咁當時咧張暖雅宣布嘅預產期咧都仲係比較準確嘅。咁當時對於張暖雅突然宣布懷孕咧，咁外界都幾為意外嘅。畢竟佢已經消失熒幕好耐，好多年冇拍戲啦。佢過去都離過婚啦。其實喺舊年上半年，張暖雅就已經低調再婚嘅。再婚嘅對象係一名圈外人。經過網友同新扒發現，張暖雅再婚嘅呢位老公唔係咩富商，亦都唔係咩富二代，就只係一位嚟自山東，家庭條件就比較一般。不過呢，據張暖雅透露，佢而家嘅老公非常細心，中意把人捧喺手心，將來一定都係個好爸爸。算時間呢，張暖雅喺舊年上半年先宣布再婚。咁到咗舊年夏天，佢就已經懷孕3個幾月嘅時間啦。咁所以都有網友喺度質疑，張暖雅會唔會係未婚先孕咗，先決定再婚？對此，佢本人並冇做出任何回應。張暖雅入行已經多年，之前呢以《喜愛夜蒲2》、《一路向西》等影片呢，同埋個成功闖入香港娛樂圈。咁後尾佢亦都陸陸續續參與咗唔少限制電影嘅演出嘅。雖話身材豐滿、外形出挑，但事業運非常一般。張暖雅冇因為呢啲電影大紅大紫，都話人紅是非多，張暖雅唔紅是非都唔少。佢曾經留過裸照，喺網路上面引發咗好大嘅熱議。咁個相曝光之後呢，由於相特別清晰去到啦，咁所以張暖雅冇否認，咁大方承認咗照片中嘅人就係佢自己。但係佢亦都特別聲明，就係相係喺佢入行前拍攝嘅，估計係從佢前經紀人手中流出，對方為咗謀取利益。除咗裸照流出，張暖雅入行之後都喺度不斷嘅變面當中嘅各種整容傳聞都係不間斷。不過近啲年呢，張暖雅變得低調起嚟，主動離開咗演藝圈。佢亦都順應時代嘅潮流，積極轉型做網紅啦。經常咧喺社群媒體上拍攝一啲短視頻，同埋網友互動。睇嚟張暖雅經歷咗第一段失敗嘅婚姻，再婚啊，又有咗細路。而家嘅佢算係已經退抵咗過去嘅鋒芒。相信當咗媽媽之後，張暖雅心態上面都會有好大嘅轉變嘅。最後亦都要再一次恭喜張暖雅如願當媽媽，亦都祝福佢嘅細路健康快樂嘅成長。